讲故事吼，传足久的哦。嘿，啊，等下若有病吼，也是有迄个回答的人吼，会甲你想哦吼。好，来。你不怕跑吧？跑吧，你不该老师跑吧？来，来嘛。来。啊，你莫来，咱开始讲故事进前啊，咱先聊聊。听到什么声？什么声？什么人在叫？嘿，对，鸟啊，嘿，啊，是那鸟啊，安尼，叽叫安尼，伊在唱啥？哦，伊在唱歌。啊，跟我讲。好啊，唱歌。啊，你咧？讲话，你讲话是你讲话，你讲话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有一只鸟仔活伫啊，在要出啥物啊？因为因妈妈无去。我妈妈无去啊。好，来，要开始啊！好，来哦。来哦，这只兔啊，叫做啥物名？叫做鱼仔对无？鱼仔就走出去耍啊，啊捡一只，唔知啥物转来。哦，鱼仔讲，妈妈，我捡到一只鸟仔咧。妈妈讲，你是去倒位捡？伊讲我着要转去厝的时阵，看到伊讲伫咧路顶啊，我着家捡转去咱的厝嘛。好，啊，妈妈讲，啊，伊即摆是安怎哪会倒？看安尼，安尼是安怎？哎，运气啊，吼！啊，妈妈就讲，啊，你爱去家己教咪背哦，看等下敢会真是安尼，吼，啊，运气啊！啊，伊啊，继续讲，哎，哦，啊，困一下，啊，伊就真是哦，鸟仔囝就真是，啊，伊啊就甲伊问讲，你叫啥物名啊？是安怎会倒伫路顶啊？啊，你是倒位来的啊？哎，啊，伊就讲。啊，我唔知呢，阮爸爸妈妈拢叫我宝宝。啊，你妈妈叫你啥？对。叫你啥名字？哦，小猪。好。啊，你无讲阮妈妈拢叫我孙鸡啊？孙鸡。哦，所以这有名。讲阮哦啊，系啊，阮妈妈拢叫我阿乖。阿乖，阿乖，好。嘿啊啊，伊仔就讲，啊，阮爸爸嘛叫我宝贝。吼，安尼哦，好。啊，兔仔妈妈就甲伊问讲。啊，恁敢知影你是第几个鸟？你拢不会。你咧尾仔水水长长的那个。哦，长尾山羊哦。好，知无？好，啊，毋过恁知影？啊，毋过即只鸟仔伊毋知。伊讲，我毋知影，我敢若知影，阮爸爸妈妈因的某是孔雀，足水，尾开足水，啊，就安尼。好。伊仔就讲，不要紧，我带你来找妈妈，安尼吼，好，来咱听看卖，伊去找的时阵拄着头一种是啥物鸟啊？鸟啊？敢是爸爸妈妈的声音？哦，咱来看哦。哦，原来伫兔仔树外口，就有一个咪狗叫爸爸遐。吼啊，婴仔就足欢喜哦，讲，哎哟，这只嘛是啥物色？甲我讲这是啥物色？空色对。伊讲，哎哟，你敢会共色嘞？啊，伊就走去甲伊讲，这敢是你的囡仔？你的囡仔敢有胖过去？吼啊，你爸爸就真少来看，我讲，对哦，来看。倒位无共？倒位无共？巴肚无？嘿啊，这只规只拢空色对无？啊，这只巴肚是啥物色？白色对，伊就讲毋是哦，啊而且你看，我遐细只，啊你遐大只，嘿啊，迄毋是啦，迄毋是我的囡仔，我无找着。好，啊因就继续行哦，看卖会当拄着倒一种，像我，我会找着爸爸妈妈，听看卖哦。这敢是长尾山羊？咱来看卖哦。哦，佮行一步拄着这只。
伊拄着长咧掠，这只是啥？草莓啊，对，伊长咧掠，伊要食。啊，你打拄仔透早食啥？要食草莓啊？你在食啥？你打拄有请我食啥？你打拄食啥？好啦，啊，你透早食啥？小拍哦，安尼好。哦，毋是。好啊。哦，你听无不要紧，嘿，就是听无才讲互你听，嘿，对好。草莓啊吼，伊要掠草莓啊来食，哦啊，拄仔看到伊讲，即只你的迄脚趾边有空实的毛呢，敢若可能是爸爸妈妈哦，伊就走回讲，囡仔，你的囡仔敢有拍无去？安尼哦，甲伊问哦，啊，回啊回书的，看即只鸟来，都会无共。都无共吼，哎呀，我要回想讲，哪会有相共啦？我的身躯顶悬遐一湿水，对无？这是啥物湿水？系啊，青色啊，伊的头壳顶是啥物？黄色，敢是伊爸爸妈妈？是对，伊就讲是哦，我遐一湿水，我佫无找着我，啊，即摆伊就要安怎？找两只拢毋是爸爸妈妈，要安怎？好，啊，拄仔就甲伊讲，甲伊安排讲，免惊啦，我会带你去找着爸爸妈妈啦。安尼好，啊，就继续行哦，吼，继续找，啊，要拄着啥？恁拢有听过？咱听看卖是啥物鸟？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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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火车呢啦。嘿啊，对哦，好喝。哦，看到这只红卡啦，哦，卡是，哎哟，这只敢若有色哦，卡是啥物色嘞？红色嘞，啊，伊规只拢是空色，哇！伊啊做欢喜，伊啊讲，哦，这只就是恁爸爸妈妈，你甲伊生就有够熟的啦。好，啊，拄仔就总去甲红卡。红卡，来，你讲讲，这敢是你拍过的囡仔？吼，啊，红卡讲，对哦，跟位无共，卡无共吼，伊的卡较长吼，啊，伊的卡短短安尼对无？啊，搁有啊，你看到伊的目睭边啊，什么色的？红卡是红色。红色的，啊，毋过这只的目睭边是什么色的？空色的，对，无对，好，安尼伊就讲，毋是啦，这只毋是我的囡仔啦，我第三只搁无找，要安怎？哇，继续找啊，袂当无找到爸爸妈妈，对无？好，继续行，好，哎呦，要来拄着像，你袂记，来听看。安尼，做者只听到只咧，好，哇，拄着一只啦！伊讲咧，这只钓鱼啊，当咧掠啥？伊嘛要食物件，掠啥物？这只是啥？鱼啊，对，伊要掠鱼啊，到拄仔去食是掠草莓啊，对无？好，掠鱼啊来食哦。好啊，哦，伊啊搁看到啊，哦，伊的毛的色水是啥物色？哦嘛，有一款蓝色、红色安尼讲，这只敢袂是恁的爸爸妈妈？哦好，安尼伊就搁总去甲伊问讲，钓鱼啊，啊恁兜的囡仔敢有伫厝安尼啦？甲人安尼问啊，啊钓鱼啊，你想哪问？你是甲我的囡仔带走？是安尼问，哦安尼，哦这恐怖哦，好他都应该说讲，毋是啦，我只有一只啊。我即只囡仔囝哈，伊都毋知影因爸爸妈妈伫对，所以我才甲你问讲，恁敢有透过囡仔啦？安尼，吼，好，来看卖，这两只，敢有共款？无吼，伊的腹肚这是啥物色啊？彩色的，这若是迄，赞哦，感觉色的哦，啊，而且伊的色水顶悬佫有
若是个白白一点对无？嘿啊，吼，安尼啦，好，我，搁毋是啊，我咩啊？吹啊，对啊，搁吹啊，袂当放屁对无？嘿啊，好。你无找妈妈，是甲讲你要找妈妈。来哦，啊，毋过钓鱼啊，甲伊讲，哎哟，你即只细安尼，搁行过去迄搭，敢若足亲像住长尾山哦。你生甲有想哦，你要搁过去看觅嘛？哦，拄啊做欢喜讲好，咱搁过，哦，可能会当吹着啊。好哦，来哦。行，好。哦，这大声哦。哎呦，好哦，因着行过迄出口啊，怎行会行？啊，甲迄个安尼，哦，叫咧安尼，叫咧，哦，行会落去安尼啊，哦，好，安尼就行到遮。哦，哎呦，这只有成啊无？这只。哦，要讲哦，吼，同款的哦，鸟仔囝啊，甲爸爸妈妈对无？好哦。吹着。嘿啊，伊啊讲，迄敢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伊还袂讲了的啦。啊，鸟仔囝就飞过讲爸爸妈妈，我找着你啊，找足久的安尼。哦，做好拍婆啊吼，伊找爸爸妈妈吼，好安尼哦，好，安尼爸爸妈妈嘛紧飞落来甲鸟仔囝好咧讲，啊，你是走去对啦，吼安尼。哦。啊，你若出去耍，敢有甲爸爸妈妈的手开好条？有无？有无？有啊，嘿啊，爱看就好哦，嘿啊，嘿。若泡落去吼，爸爸妈妈会足紧张哦，啊，你嘛会足紧张安尼哦。妈妈有甲你教。有吗？哦，好。安尼鸟仔有找着爸爸妈妈啊，吼，对无？好。啊，咱要来看卖，到拄有拄着倒一款鸟啊，敢若找着。第五只找着对无？哎哟，咱咧来看一个，所以来，你知影倒一只无？哪个啊？哦，你会啉的哦，长尾山牛哦，啊，你会啉的倒一只？你无讲，倒一只？你报价有无？还是落遐回收？这卡是啥物色？这卡是啥物色？红卡，对，这只是红卡，袂歹哦。花啊，花收。嘿，那花咧吼，花做侪色对无？爱讲啊，还是你报价？你报价无？嘿，对吼，真赞，你报价吼，好，真赞哦。咱来拗一只鸟啊，咱一只好无？好无？好哦，好，来，咱来拗。你要拗，你要拗一只鸟，放这来拗。你要拗一只鸟，送给阿妈妈无？啊，你要拗无？你要拗无？给老师来拗。来，好，两个一齐嘛要拗。恁迄个可能4岁外。好，来，一人一只，一人一只。迄个一个可能4岁外，看。好，不要紧，我甲伊做伙拗。啊，你要来无？你要啥物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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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黑色还是哪色？你要啥物色？你无甲老师？啊？你先啊！你特定拗了啊！哎呦，拄好有好特定。你要啥物色？你蓝色的好无？还是要青色的？你是安那拢不爱你也要无？啊？要拗要叫妈妈，妈妈你考试。好，你直接来，这样你。好，这辆蓝色的。来，好，啊，甲老师等你。你无讲。来，我来，我来甲你教，足简单来。今仔当时啊。好，大家，好，来哟。哦，你唔知一个字。来哟，你要去啊？你要去啊？拗无？你来，好，我来。来。
你真正拢袂行啦，你脚奇怪的呢，你脚遐水着，你拢足奇怪呢。哦，你足奇怪呢，你是安那拢无爱倒来行路？来哦，咱做伙拗哦。来哦，这讲是有两个角，是好安尼摕安尼，好家己拗起来。死去啊！这有线有无？拗起来。哦，triangle，哎呦，这个哦，triangle 是看。足赞的。看美了创。嘿啊。来演艺啊，日语。嘿啊，最后安尼种。啊，搁因的台湾话嘛。好，来哦，再来，伊的尾啊，只，尾啊，来啊。好，啊，哥来，拗嘛，对，好，我的嘛爱拗吼，这个问题吼，好来哦，安尼哦，家己嘿，对，赞哦，嘿，对，好，安尼就直接招啊，哇，啊，毋过无喙咧，安怎？你的骹，你的尾啊，你的头。来哦，嘴哦，来哦，你看下，来啊！嘿，拗落来，好，不要紧，我等下甲你斗相共，好无？好，真有礼貌，真好。恁咧去读册吼，敢袂安尼转来再甲你讲华语？伊会想要等你讲伊然后讲。啊，但是我会搁来。就是叫谁都等来，我讲，只是毋是讲老师讲安那。啊，但是来，这就是你的。台语哦，好来。但是伊有当时会做电视，安尼拗落来，咧讲黄面。对，安尼就对啊，阿妈安尼就对啊。但是就是爱什么工作来，教啊嘛好啊。来，对，就安尼。嘿，就安尼就直接招啊！嘿，啊，家己目睭画起哩。这个嘛是啊，连华语嘛要讲啊。好啊你，连华语嘛要讲啊。来，啊你的呢？好来哦。你给老师来，你今仔的衫互你讲。老师甲恁讲，讲拢会。老师今仔嘛要甲你讲。哇，啊你的目睭要画在位啊？要画到。就要生面都有。生姜哦，好，来来。安尼？哦，目睭啊，对吧？安尼好啊，交换好啊，好姐姐好，家己，妹妹目睭嘛要生几岁？是你看你若自己你遮好，你看，自己甲你斗用目睭，有无？你的哦，生你的你的哦。对，啊，你的目睭要生对，啊，你也乖乖目睭要生倒位，乖你的目睭要生倒位。安尼来，你的遮嘛好啊。你的目睭要生伫倒位？你叫老师。要生伫骹哦。我哩咧，我哩目睭要生你骹，哦，你的骹嘛有生目睭安尼。你的骹搁是生目睭，你的骹遐水。你看老师你甲你画你带，画你带哈。要画伫对。你的目睭伫底，你要比我好看无？嘿呀，你的目睭伫啊。你的鸟啊，不是画你的鸟啊，下目睭要画伫倒位？你要画伫底？要画伫倒位？雕工哦。雕工哦。雕工。哦，即摆外晓咧。阮即起的吼，他旧年吼，所以我啊，因老爸啊拢讲讲伊，你知无？因老爸就袂啥晓讲台语，伊
伊个台湾族的，袂使讲台语，原住民袂使。啊，我较会骂你讲台语，啊，伊偌好笑，你知无？伊片吧，甲会讲大语，抑个讲大语。这爸爸。你们家教啊？好啊，去跟老师一张相画，老师在搞啥？大家可以直接来，我摕椅啊，恁摕胶啊，来哦，来，啊，靠兄，嘿啊，靠老师了，来，哦，你无看，啊乖乖你无看，这即摆翕相拢安尼，愈讲越愈挑战。愈讲愈刁地。咱对镜头这边遮，镜头甲咱去一张。嘿，来，一下做伙较袂生分。啊，椒啊，摕来遮，椒啊，摕来遮，遮袂遮，老师讲椒啊，摕来遮，放较水啊吼。椒啊，摕来遮，该一整慢慢。老师你要坐无？咱今日要坐咧，安尼较较。无紧，无紧，放遮，放遮就好，放安尼，阿妈甲你放安尼，先去想，这个妈妈，这个阿妈要坐无啦？好，对。今仔日迄家丁炸迄伊啊，遐尔济，嘿啊，真好，就无差的。对啊，紧来啦，哥哥你敢翕嘛呢？紧来啦。讲台语，讲台语。再来哦，真欢喜哦吼，来。真欢喜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顺机甲顺。安尼有欢喜无？好，安尼今仔香港老师讲的故事好听无？好听。